大家好。最近我哋廣州又新增加咗一個旅遊景點，呢度係位於廣州增城嘅百花古寺。百花古寺係廣州地區歷史最悠久嘅佛教寺院，佢比北京路嘅大佛寺仲要早900年，甚至比增城建院仲要早130年。有一句古話就係未有增城先有百花。百花古寺經過10幾年嘅重建，喺2025年2月16日落成開光。我先俾大家睇百花古寺最震撼嘅地方，呢度係金光明殿，佢有幾層樓嘅，呢一層樓就係得呢一個巨大嘅佛座，佢個頂係蓮花，咁下邊雕刻嘅呢啲細佛嘅雕像，佢個名叫做12藥釵，我都係第一次見。首先要講明嘅就係我自己唔係佛教人士，所以我唔可以講太多，如果唔係平台會發警告俾我嘅。百花古寺係一個佛教寺院，但係佢非常之大同埋好靚，我哋可以將佢當成一個旅遊點咁樣嚟參觀。呢座咁巨大嘅佛像喺現場睇係好震撼嘅，佢實在係太大啦！我依家只係兜咗細半圈嚟拍，佢後邊仲有好多佛嘅雕刻，但係因為啲射燈係反光嘅，所以我拍唔到。呢座咧係喺金光明殿另外一層，同樣係視覺衝擊力非常之震撼嘅千手四面佛，佢係四面佛嚟嘅，四面都有個佛像，咁佢嗰啲手咧係放射狀咁伸出嚟嘅，每隻手上面揸住嘅係法器。如果係千手嘅話，佢一面就應該有250隻手。你睇下嗰個佛面，四面都有個佛像，呢一座係唔係千手觀音嚟嘅呢？你話俾我知。呢座巨大嘅佛像應該有10幾米高，佢係木雕刻嚟嘅。依家好多寺院新嘅佛像咧都係用木雕刻，比如話大佛寺咧，佢新擴建之後嗰啲佛像都係木雕刻。呢度就係金光明殿啦。金光明殿喺佛教裏邊有特別嘅意思，你睇見中間黃色嗰度就係巨大嘅千手四面佛。呢度係整個百花古寺最核心亦都係最靚嘅地方。百花古寺佔地300畝，非常之大，但係亦都非常之曬。你嚟百花古寺一定要做好防曬嘅準備，帶遮、帶帽同埋帶水。依家我企喺中間拍一圈俾你睇，咁佢四圍咧都係大殿，每一個大殿都有自己嘅菩薩，都有一個佛像嘅雕刻喺裏邊。百花古寺裏邊每一個佛像嘅木雕刻都係非常之精緻嘅藝術品。我拍咗幾個拉近鏡頭俾大家欣賞一下。我查咗資料話呢度啲木雕刻係用名貴嘅泰國紅木雕刻而成。我之前係拍過大佛寺嘅，大佛寺喺擴建之前佢所有嘅佛像，包括嗰3個巨大嘅佛像都係黃銅嘅。擴建之後佢嗰啲新佛像就全部都係木雕刻啦。我亦都問過佢哋，他們說是用桂木雕刻而成。一般嚟講呢啲木都可以防蟲防腐，甚至可以千年不壞，所以雕刻佛像一定係用最靚嘅木雕刻嘅。我嚟到百花古寺嘅呢一日，我發現最多人嘅嗰間殿就係財神殿。本身我想入去拜下財神，咁啊結果我入唔到去，所以你下次嚟一定要拜下財神。講唔定呢度特別靚噶。呢一間呢就係金光閃閃嘅大日如來，你睇下佢啲結構係紅木結構嚟嘅。依間就係人多到我逼都逼唔入去，要喺出邊拜嘅財神殿。從出邊睇咧，就見到呢啲殿佢全部都係木結構。百花寺嘅重建都用咗好長時間啦，我睇介紹係用咗10幾年。咁重建之後嘅百花寺可以講成個都係新嘅。依家我爬佢個屋頂，咁呢啲就係我哋木結構中嘅榫卯結構啦。而且我覺得百花寺係融合咗泰國寺廟嘅風格喺裏邊嘅。百花寺裏邊除咗拜神嗰啲殿，仲有講課嘅殿，仲有養生殿。因為佢實在太大啦，我只係放咗其中一部分。佢成個設計咧係以中軸對稱嚟設計嘅，比如話呢啲廊橋，佢連接咗各個殿，咁佢係左邊有，右邊又有。而呢啲廊橋呢度，如果係着漢服嚟拍咧，就好靚，因為佢呢個成個百花寺依家係新嘅，佢冇咁多嗰啲神主牌喺度，咁所以喺廊橋個位置影相咧係唔影響嘅。呢度拍漢服真係好靚。見到未啊？我覺得呢度就係至靚嘅拍攝點啦，唔單止係攝影靚，而且美拍都好靚。呢度唔單止有唐朝嘅建築風格，而且你睇下呢度係有泰國廟宇嘅風格。呢度仲好少人添，而且佢左右對稱啊嘛，好大嘅位置俾你拍。好似呢一種鐘鼓樓，呢種鼓樓佢上面嘅頂喺廣州嚟講，都係得佢呢度先有嘅啫。你睇完百花寺，千祈唔好又從山門嗰邊出去啊！因為百花寺旁邊係一個好大嘅園林嘅，佢係依山而建，一層層落嘅，好靚嘅，足夠你拍。百花古寺始建於東漢，距離依家有成2000年嘅歷史。佢嘅前身係蓮花書院，咁佢期間亦都經歷咗好多嘅毀壞同埋重建，一直到明朝萬曆7年先改建為百花古寺。如果你想過嚟玩，你就自己喺手機度導航增城百花古寺。多謝你嘅點讚同關注，拜拜。